咁呢題咧，如果直接做，咁大家都知點做噶啦。我今次淨係想講俾你聽，其實我哋可以寫到一條式出嚟嘅，就係上邊。如果你淨係集中睇上邊嘅話咧，佢就出到呢一個 5a 加 7b 減9等於0。咁第二條式咧就係 7a 減 4b 加2等於0。咁我哋用 simultaneous equation 啦，用 program 去計啦。5 7負9 7負4 2。咁撳完出嚟，第一個答案咧就會係個 A 等於22/69，個 B 就會等於73/69。咁你見到佢而家咧就係俾晒啲 B 你啦，全部都係 B 嚟㗎啦。咁我哋只需要將呢啲數字代入去上邊試，睇下出唔出得翻個 A，即係下邊呢個數字係啦，代啲 B 入去入邊試，睇下出唔出得翻個 A 出嚟。如果出得到咧，就係答案。咁我哋撳一撳機啦，21y 2次減 5y， 因為我哋個 B store 咗喺個 y 度啦，再除翻73減 15y， 撳完機咧就係22/69啦。